好想同大家介紹呢一個香薰機，因為其實咧好多朋友就香薰機又要溝水啊，又要洗啊，又唔知落幾多，覺得好麻煩。呢一個咧係一個懶人嘅香薰機嚟嘅，咁佢咧有一個白色配一個玫瑰金啦，好靚啦，黑色咧變翻一個鈦金屬咁樣啦。咁其實咧用法咧相當之簡單，見唔到呢有個箭嘴仔啊？見唔到箭嘴仔？撳佢落嚟，拉起，直接將香薰油扭入去就得㗎啦。咁如果你本身自己有其他牌子都可以用，咁當然一定要係純正嘅植物油、靚嘅香薰油啦。咁你就對翻準去，撳落去，咁就已經 OK，超級懶人話俾你知。咁開着佢啦。同埋咧，佢係可以無線嘅，咁比起以前用一般嘅傳統香薰機咧，佢會方便好多。咁佢有時間校格嘅，咁我哋通常佢哋臨瞓覺，你可以開1個鐘咁樣啦。OK，如果你屋企個房大啲，咁你可以校 power，佢有1、2、3、4度嘅。咁如果1度咧，佢就唔會隔唔知幾多分鐘就會射一次。如果咧4度就係長開嘅，咁基本上面校1度咧已經係足夠噶啦。咁仲有一個超級優惠，一部香薰機咧已經會送1支南風鈴嘅精油俾你哋噶啦。咁1支精油大約用到20幾個鐘啦。咁另外咧，佢仲有唔同嘅味道嘅，中意花香味嘅朋友仔可以揀呢個荷花味啦，跟住仲有好多時候啲白蘭花，好多人都中意嘅。咁我自己就相當之中意呢一個紫藤花嘅，勁香嘅，係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有朋友仔我哋如果多蚊咬啊，去 camping 啊，又或者屋企係喺山邊啊村屋咧，就可以揀呢一個檸檬香茅。咁另外咧，佢仲有一個就薰衣草服瞓覺嘅，咁佢係100% 純天然㗎啦。呢一部機係相當之正，細部，你擺落可能車度，擺喺嗰個擺杯嘅位置都已經得，可以擺喺車啦，擺喺公司啦，擺喺睡房啦，擺喺客廳啦，甚至擺喺 toilet 都非常之好。呢一部嘢一定要買，今日超癲價、超抵價，同埋佢完全唔需要清洗，唔需要加水，唔需要擔心有菌。咁寵物都有好嘅，小朋友、大人都可以用嘅。我自己相當之中意，推介你。